起魚肉，刀打平，由尾戒起。食厭咗原條嘅清蒸魚，可以將魚起肉，用來蒸炒炸都可以嘅。用來起魚肉嘅魚最少要有1斤重，如果唔係去頭去骨之後，真係冇啖肉好食啊！起骨好簡單，首先喺魚頭對下嘅魚鰭位置斬一刀，切斷筋骨，然之後將刀打平，由魚尾位置開始片到去魚身嘅中央，然後解開背部，攞起魚肉，一邊將魚肉成塊咁解出嚟，另一邊嘅做法亦都一樣，咁樣就會起出魚頭、魚肉同埋魚骨㗎喇。然之後將魚肉戒花，但係唔好戒斷魚皮，再切件，可以令到魚肉快啲熟。之後將魚肉加蛋、胡椒粉同埋鹽撈勻醃15分鐘，跟住再染上生粉，燒滾一鑊油，放入魚塊炸到金黃色。見到油泡開始變細，就表示魚已經熟啦，跟住可以撈起瀝乾油。可以將魚頭同埋魚骨都染粉去炸，將炸魚塊放喺魚骨上面，淋上酸甜芡汁就可以㗎喇。簡單啲嘅話，可以灑上椒鹽，真係好簡單又容易啊！